搁再来关心社会事，这是顶礼拜日中昼台北市西门町的上款，一个汉中派出所的警察骑奥多麦，因为无戴安全帽，互民众检举，结果警察互人抓包讲是违规。原来这是有原因的，这是迄一天拄好是武昌派出所和汉中派出所两个要合作伙，两边的警察大家无用试试，无用搬厝，一个袂记得爽爱戴安全帽，警察骑到一半才发觉伊无戴安全帽，已经袂赴，互人翕相检举，警察嘛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来罚家己人。车一直驶进前，对边仔骑来一台奥多麦，但是详细看，这个骑奥多麦敢若倒位怪怪。奥多麦骑一段路了后，雄就动落来，停伫咧路边。骑奥多麦的人赶紧对车内底将安全帽仔摕出来。这个袂记得戴安全帽的技师，竟然是一个警察代理。原来伊是汉中派出所的警察。24号平安夜迄天，拄好拄到武昌甲汉中两间派出所要合作伙，两间派出所的警察拢无用伫搬厝。这个警察代理才会无用甲袂记得戴安全帽仔，就来骑车。情有可原归情有可原，但是还是不太好了。违规的行为，互人全程录落来。虽然民众感觉会当理解，但是违规就是违规。警方嘛按照道交的条例来开罚。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告发，依这个罚款是新台币500元。一时大意，骑车袂记得戴安全帽嘛，互社会大众一个无好的观感。希望这张小小的罚单，当互警察代理来提醒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